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埃及記第30章第1節至38節，主題係祭司供職用的香壇、香膏、香和洗作盤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30章記載，上主指示摩西要用皂莢木做一座燒香嘅壇，安放喺會幕裏面，面對着約櫃上面嘅施恩座，而香壇要用純金包住皂莢木。亞倫要喺每日嘅清早同晚間點燈時燒香，每年一次喺壇嘅4角行贖罪禮，每一次亞倫都要用贖罪祭牲嘅血喺壇上行贖罪禮。另外，每個人都要為自己嘅性命將贖銀奉獻俾上主，有錢嘅人唔可以話俾多啲，貧窮嘅人亦唔可以要求俾少啲，凡20歲或以上嘅以色列民都要繳納。上主亦指示摩西要去製作一個洗作盤，祭司喺進入會幕之前，又或者走近祭壇敬拜嘅時候，都需要事先洗手同洗腳，否則就要死亡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出埃及記第30章記載，上主指示摩西要製造一個燒香嘅壇，祭司要喺每日早上同晚上都燒香。咁你有冇重視每日同上主溝通嘅機會呢？將禱告成為你嘅習慣呢？